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节到第10节，第22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什么人是蒙福的人？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说，对我们说把福啦齁，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最主要的主题。基督信仰讲求的是福音，讲究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蒙福的，也是蒙召来传上帝的福音。就如同约拿，他蒙召受差遣，去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40天以后上帝要毁灭这个城，这是约拿所传的话，而是他们必须要听到之后愿意悔改，然后就如同尼尼微城的王他所说的话，或许上帝因此就不会毁灭我们。这是赦免、怜悯、施恩之福。今天是传统的万圣节，那原始呢，这个节庆是出自于早期的大公教会，一般我们俗称天主教传统的。按照历史文献，最早如此纪念是安提约基亚，就是安提阿教会。纪念日定为每年的圣灵降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后来教宗格里高利3世，大约在西元690年到741年之当中，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中呢，把一座小教堂奉献给诸圣，并且把纪念诸圣的日期改为每年的11月1号。目的是为了要对抗当时候已经开始流行的万鬼节。就在这个诸圣日 All Saints Day 这个当中，来纪念所有的圣徒，来表彰他们的圣德，并使教徒视他们为效法的楷模。诸圣日的第2天称为诸灵节 All Souls Day， 是法国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圣奥迪罗于西元998年所推广的。在当日纪念殉教的信徒，也是基督徒扫墓的日子。在华人天主教会也称之为追思已亡节，就是他们会用弥撒、圣祭以及各种的祈祷来帮助尚未到达天堂的祖先亲友的日子。后来当宗教殖民到了南美洲之后，他们就跟当地的巴西啦，或者是像墨西哥等土著纪念女神米克特卡西瓦特的节日做了一个结合。他们就开始来祭拜亡灵啊，然后他们在前一个晚上就会去拜访墓园和教堂来庆祝这个节庆。如同殖民他们的西班牙，在他们本土会举行节庆和游行，并且在一天的结束之时聚集在公墓，
为他们已经死去的亲人来祈祷。现在呢，万圣节已经不再是追念信仰的前辈了，也不再是追求他们曾经领受的祝福，而是反而被世俗文化、商业带着走，失去了一个方向，胡乱的庆祝，连什么南瓜啦、糖果啦、老车啊，想得到的怪力乱神都把它加进来庆祝了。人们离开领受上帝赐福的这个道路越来越远了。什么是福？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他这样说道：承认自己的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多么的有福啊！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从前的先知也同样的受过人的迫害。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5章2到12节。这是真正的赐福，是基督信仰里面所应当要追求的，而不是我们要跟着世界的价值观随波逐流。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万圣节的这个当中，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思考。基督徒需要追思，需要尊荣信仰前辈，并且学习他们真心追求上帝的恩福这条路。当一大群人聚集的时候，到底在做什么？当时候因为有一大群人跟随着耶稣基督，因此耶稣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与这一群人谈到了福音，谈到了赐福。那什么样的人是蒙福的？这样就是在这个当中讲到，在上个礼拜六，在新竹有一场万圣节的节庆，这个里面呢，有人就装扮成一个提款机，作为一个装扮，然后来嘲讽当代的政治。结果反而被一群蒙面的流氓给包围了，威胁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引起了警方和检方的重视，并且在侦办当中。现代人非常容易闻鸡起舞，跟随众人而行，极少思考活动的真正的意义。基督徒必须非常小心的参与这类型的群众运动。
很多人不明白群聚的一个原因，也不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所庆祝的真正的是什么。但是就好像说，大家都这么做了，我们也就跟着做了。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一群人跟随耶稣基督，在追求他的教导，因此就有了登山宝训，也成了今日我们追求上帝赐福的圣经教导原则。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也这样提到。后来我一看，看见一大群人，数目难以计算，他们是从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穿着白袍，手上拿着棕树枝，他们高声呼喊：救恩是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和羔羊来的。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他们在宝座前俯伏在地，敬拜上帝，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于我们的上帝，世世无穷。阿们。有一个长老问我，那些穿白袍的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我回答：先生，你才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经历过大灾难的，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了，因此他们侍立在上帝的宝座前，日夜在他的圣殿中侍奉他。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要亲自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渴，他们不再会饿，太阳或任何的炎热都不能烧灼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源。上帝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的眼泪。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追求鬼神的拜拜，而是要追求从上帝那里来的蒙福之道。诗篇34篇第1节到第10节，颂赞上帝的美善，我要时常感谢上主，我要不断的赞美他，我要歌颂上主的作为，愿被压迫的人听见了都欢喜。我要一同歌颂上主的伟大，我们一同来赞扬他的名。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被压迫的人仰望他，就有喜乐，他们永不至于失望。上主垂听孤苦无助者的呼求，他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上主的天使保护敬畏他的人，救他们脱离危险。要亲自体验上主的美善，投靠他的人多么有福啊！上主忠诚的子民啊，要敬畏上主，敬畏他的人亦无缺乏。连少壮的狮子也会缺乏挨饿，但寻求上主的人有什么好处都不缺。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追求正确之道，追求蒙福之路，远离鬼神世俗的影响，成为蒙福之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